今天的社会，唯有健康最珍贵，应用还原公正水。身体缺少水，什么功能都衰退，许多疾病会来相随。还原公正水，新陈代谢加3倍，直接给细胞补充水。亲身来体会这个还原公正水，水在人体内重要地位。这是神奇的水，神奇的水，能量增强，喝出健康。分解毒素，排出脂肪，这是神奇的水，神奇的水，流通血管，血液循环，明显改善衰老现象。老少喝了健康。